14分，中广流行网的娱乐一世代，在今天晚上呢，其实我们跟 Sumin 一起听的他的这张新的专辑，非常的特别，在里面呢，除了有你刚才听到的这些歌之外，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赛德克巴莱真的是很厉害的一部电影哈。那赛德克族跟那个苏敏的阿美族没有关系对，他写了一首歌叫《赛德克女孩》是不是？对啊，为什么要写这首歌？你现在是自己在主持吗？你在自己在主持，自己 Q 自己，自己 Q 自己。不是赛德克女孩，对，你怎么没写阿美族的女孩？为什么要赛德克？就是这个，跟我现在看到的很多朋友，就是我自己原住民的朋友，很多都不同族跟不同族结婚了。其实现在谈恋爱没有规定你一定要跟哪一族谈恋爱。当然啦，以前有吗？以前没有啊，但是以前的没有那个环境条件嘛，所以不太容易认识到别族的。以前就是比方说，可能原住民会跟原住民通婚，他们可能不同族，对不对？顶多就这样但其实一般如果不是原住民，应该说，就原住民跟原住民结婚，就是都同族，可能不同部落。对。现在是都已经不同族了，还结婚了。所以你今天也写了一首歌，叫做《赛德克女孩》，它讲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。是啊，就是对于长辈们，就是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，他们会很好奇。他们当然以前有一些纷纷扰扰，就像有族跟族之间有些关系比较特别，就像赛德克巴莱一样。然后跟异族通婚呢，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半个世纪以前呢，可能是很严重的。真的，因为以前你看赛德克巴莱的那个电影里面，同族都还会出吵，彼此不和嘞。对啊。然后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这个时代不一样了，但父母亲还是会有一种感觉，在他的生命的经验里面中，是不是最好同一族啦？对，他们会觉得同一族比较安全感吧？对，我觉得那个是老人家的印象是这样，没错。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的舅舅啊，就是他也是异族通婚，然后我觉得他的谈恋爱的过程就很有趣，然后我觉得看到的反应是我自己的家人的反应，而不是我舅舅。我舅舅我觉得他很单纯，他就是喜欢，然后决定要结婚这样，然后但是我的家人啊，外公外婆的反应不一样，然后我就把这样的感觉写到这首歌里面。对，其实如果是这样生出来的小孩，他要学的母语还真的是有点复杂他要学中文、英文、赛德克语、阿美语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连闽南语跟客家语都要学一下。就是说，如果是他的父母亲是来自于原住民不同族的话，他生下来要学的母语就有爸爸的跟妈妈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好啊，你人生中可以切换的频道很多啊。对，但是这一首歌你少见了，因为你在阿美族的歌词里面，你还听到了赛德克语的那个吟唱。对，其实赛德克族如果广泛来讲的话，就是泰雅族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歌，也许一般的人也听不太出来哪一句是阿美的，哪一句是赛德克族啦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把这个很棒的 idea 告诉大家，对，讲的是异族通婚的故事。